大家好，我係小瑩，你睇緊嘅係 GA Live。你冇用呢啲㗎？我搭飛機會用啊，因為搭飛機隻腳會脹。哦，叻啊！因為通常氣壓你要隻腳會脹，我通常就會 Yes，水腫好多人係啊話，跟住落機就係啊，所以我通常都紮住咯。所以咧 GA 呢啲咧唔係淨係做運動做用搭飛機都用啊。搭飛機，因為好多尤其是女士啊，好多人都成日講哇搭長途機，其實男士都會啦，你 feel 到自己隻腳好似好腫啦，聚晒啲血啦，或者點啦，其實呢樣嘢真係有幫助嘅喎。你箍上去，你真係幫助血液流通啊嘛。哦，即係你通常如果飛去第度比賽，你就會啊，即係就算短程都照大路嘅，照大都咗先。當物啫嘛，都係就。逢星期五嘅9點半鐘 GA 嘅直播節目。有好多重量級嘅嘉賓會講香港人嘅故事、香港運動嘅故事，大家千祈唔好錯。仲有樣嘢，半價掃靚嘢，你啲咁嘅 T 恤都係半價啫半價喎，送多啲俾你。勁波豪，記住，逢星期五夜晚9點半 GA Live。到時見。